千人數18、21節用英講到生死設馬控制，係咪人按人數嘅多講，擔價嘅效果，因為多講設價嘅字，設價設馬講到好，有祝福到人，設馬嘅講出嘅話，講到唔好，被傷害到人，設馬講出嘅話，講到唔好。被本人唔舒服，本人唔歡喜，所以是家嘅神經講生死設馬嚟控制到，所以是家好咧講法，控制是家嘅設馬，因為設馬冇骨偏來歡喜係咪啦？千人數13-13節用講到，係咪人莊家嘅口到了莊家嘅生命中啦？當然啦。因為這個口亂講法，會傷害到這個神法中係咪啦？係咪人發罪樣啊？發罪意思騙錯嘅話，講到唔忠切嘅話，加到講到發罪嘅人呀，都會得到傷害呢個神經講，所以是家要好好講自家嘅話，注意，萬要講出嚟話，自家思想嘅呢一話好出麼？會得失到人麼？呢一話有本人真心麼？生死設馬嚟控制，阿門。